别瞧不起这些过气歌手，我真怕这6位一开嗓乐坛接不住。第1位孙燕姿在跨年晚会演唱的《绿光》，期待着一个心愿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雨翻越过青山里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第2位227亿都压不垮的陈楚生，被雪藏多年，在踏芒果台仍是冠军。老实说，就陈楚生开口的这2句，你听了多少遍？在冰冷森林中，我已孤独穿行太久。第3位被誉可为终结的刘惜君，要知道刘惜君在受邀参加这期节目的期间，本就是来帮唱的，结果一开嗓差点砸了王鹤脸的饭碗。而这最后1位则是张信哲，虽说今年张信哲原本可以体面的退去，但结果一手旋律彻底堵死了所有退路。